歡迎各位觀眾收睇《流行都市》。唔知做乜嘢咧？最近咧成日都頭赤赤啊！天氣忽冷忽熱係咁噶啦。應該唔係喎，感冒嗰啲頭痛唔係呢種痛嚟嘅喎。不如請教下腦神經科專科呂凱琪醫生同我哋講解啊！你好啊，李醫生。你好。李生，佢唔知點解頭痛喎？係咪天氣忽冷忽熱啊？想請教一下，頭痛有冇分咩類型嘅咧？點樣分別咧？有嘅，我哋咧通常頭痛咧，我哋就會分原發性頭痛同埋繼發性頭痛。繼發性頭痛即係話個腦裏邊有腫瘤，或者係有一啲血管嘅問題，或者有其他內科嘅問題。有時候青光眼啊，或者係鼻竇炎嘅話咧，都可以引致到有頭痛嘅。所以醫生咧就會問一個病症啦，然後做一個臨床嘅神經系統檢查，再配合磁力共振啊，或者係驗血等等，去排除一啲繼發性嘅原因。排除咗繼發性嘅頭痛之後咧，就會剩翻一個原發性嘅頭痛啦。而原發性嘅頭痛咧都有4大類嘅。第一類就係偏頭痛，第二類就係重發性頭痛，第三類就係緊張性頭痛，第四類就係藥物過度使用引發嘅頭痛嘅。咁呢啲唔同類型嘅頭痛咧，個特徵係點樣㗎？係啦，首先講偏頭痛先啦。偏頭痛咧就有個偏字嘅，所以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咧，如果兩邊痛嘅話咧就唔係偏頭痛。但係其實咧有30%偏頭痛嘅病人咧，佢都可以兩邊都痛嘅。咁而個病人就會形容咧，佢嗰個痛咧係一個脈動式嘅痛，即係話佢好似感覺到自己心跳咁樣一下一下咁樣痛。同痛嘅程度咧就係屬於中度到嚴重嘅，所以10分最痛嘅話咧，大約咧都有6至7分嘅。咁而痛嘅時間咧都比較長嘅，係由4個鐘至72個鐘不等。除咗頭痛之外咧，亦都會伴隨埋會好似想作嘔啊，有啲直情係嘔到黃膽水出嚟，或者係好驚光啊、驚聲啊咁樣。聲都驚㗎？係啦，咁所以有啲病人咧係一定要匿喺一個好靜嘅環境，或者係黑房裏邊咧，佢個頭痛先至會舒緩嘅。咁而第二類嘅頭痛咧就係重發性頭痛。重發性頭痛痛嘅程度咧係比偏頭痛咧更加嚴重嘅，10分裏邊咧大約可以去到9至10分。而重發性頭痛咧係一定係單邊痛，而痛起上嚟嘅時候係會痛到眼水鼻水出嘅。但係每次痛嘅時間咧係冇咁長嘅，係由3個字至到3個鐘不等嘅。但係一日裏邊可以有多次嘅發作。到第3種就係緊張性頭痛。緊張性頭痛喺咁多種原發性頭痛裏邊咧，佢係最常見嘅，佔咗大約70%到。咁個病人會形容好似一個緊箍罩罩住個頭咁樣嘅。咁咧就佢亦都唔係話痛到好犀利，10分裏邊大約3、4分到啦。咁但係咧佢咧就都會好困擾個病人。咁咧就亦都唔會話個病人咧會覺得會話想作嘔啊、驚光啊咁樣。都呢個係一個好常見嘅頭痛。我哋講緊4個裏邊會有1個人會有呢一個緊張性頭痛嘅。到第4種就係用得太多止痛藥引起嘅頭痛啦。咁而我哋嘅定義咧就係講緊連續3個月裏邊，每一個月用止痛藥多過15日咧，其實會令到個頭痛係轉型咗咧，會越嚟越難醫嘅。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可能佢食一啲止痛藥係有效，但係去到後期嘅階段咧，就算佢食好多止痛藥咧，佢都醫唔到嘅。想請教下呂醫生，若果頭痛下唔理佢嘅話，會有啲咩嚴重後果？如果頭痛嘅原因係因為繼發性嘅原因，唔理佢嘅話，可能咧我哋就會即係錯失咗一啲咧醫治一啲嚴重腦科問題嘅一啲黃金階段啦。咁就算佢係一個原發性嘅頭痛，如果唔理佢嘅話咧，都可以演變成一個慢性嘅頭痛。慢性嘅頭痛嘅定義咧就係30日裏邊咧係有15日係會有頭痛，而連續3個月嘅。咁同埋其實好多病人咧有頭痛咧，其實都唔會睇醫生嘅，一般咧都會喺坊間藥房嗰度咧去買一啲止痛藥食啊咁樣，咁但係有時候如果食得太多止痛藥咧，都會引致到第4類嘅頭痛，就係嗰個藥物過度使用引致嘅頭痛啦。咁唔同種類嘅頭痛又可以點樣處理咧？係啦，咁所以咧，醫生就會根據個病歷去分，究竟佢係屬於偏頭痛啊、緊張性頭痛啊，定係還是重發性頭痛？因為咧預防嘅藥物或者係痛嘅時候食嘅藥咧，都係會有分別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緊要咧，就喺個病情喺個病即係問病裏邊咧，去分清楚係屬於邊一類，然之後針對咁樣用藥嘅。我哋成日見到好多人都偏頭痛啊！今日我哋真係想了解一下多啲偏頭痛嘅問題。偏頭痛一般係發生喺咩人身上多咧？係啦，一般咧就係發生喺25至到44歲嘅人。
身上啦。咁而男女比例咧，女性咧就比男性咧係3:1嘅比例。有冇特別原因係生理性嘅問題，或者其他原因？之前咧都有學説咧係同女性嘅荷爾蒙係有關係嘅，所以咧有一啲女嘅病人咧，佢嚟經嘅時候咧，佢都會連帶埋咧，佢會有頭痛嘅發作啊嗰啲咁樣嘅。咁如果講到偏頭痛，佢算係一種咩嘅痛楚類型喺唔同嘅人身上發生咧？咁咧佢嗰個痛咧就一定就唔係話一啲少少痛，佢係中度到嚴重嘅痛啦咁樣。咁同埋痛嘅時間咧係比較長嘅，係由4個鐘至72個鐘不等啦，會痛到會驚光啊、驚聲啊咁樣。咁同埋咧喺偏頭痛嘅病人裏邊咧，4個裏邊會有1個人咧係會有一啲偏頭痛前兆嘅情況。例如話咧，有啲病人咧佢係頭痛之前咧，佢就會見到咧個視力嗰度會出現到呢啲問題，佢會見到呢啲閃光啦，或者咧佢會蒙咗一笪咁樣嘅。咁但係呢一個症狀咧係會少過1個鐘頭嘅。佢又唔會話撈亂咗有啲眼疾啊其他嘢嘅。所以咧，其實我哋要如果呢個病人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佢係要一般係要睇咗腦神經科醫生，排除咗唔係腦科嘅問題，亦都係睇埋眼科醫生，排除咗唔係眼科嘅問題，我哋先至可以定義話呢啲視力嘅問題係屬於偏頭痛嘅前兆咯。冇錯。咁而嗰啲前兆咧，除咗係視力嘅問題之外咧，有啲病人咧都會覺得有手腳麻痹啊，有啲嚴重嘅個案咧，可能係會講嘢口齒不清都唔出奇。咁又唔會係中風㗎咯喎？係啊，呢個你都講得好啱。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係有咁樣嘅症狀嘅話咧，其實一定要求診，等醫生咧去作出個評估咯。咁但係咧，其實可以記住，如果呢一個症狀係超過1個鐘頭嘅話咧，佢呢個一定唔會係偏頭痛嘅前兆咯。咁但係呢個都係其中我哋一個考慮嘅因素嚟嘅，所以都要再配合其他可能磁力共振嘅檢查嗰啲咁樣。咁其實偏頭痛嘅誘因係乜嘢咧？偏頭痛咧，其實個成因咧，我哋以前咧都唔係好知啊。我哋淨係覺得喺腦裏邊嘅血管咧有一啲唔正常嘅收縮同埋擴張啦。咁但係咧喺呢20年間裏邊咧，我哋咧就對於偏頭痛嘅病理咧，我哋係了解多咗嘅。我哋咧就發現咗咧，就係同咧係喺個三叉神經血管附近，如果受到某啲嘅刺激嘅時候咧，佢就會釋放咗一啲腦嘅物質。咁而嗰個腦嘅物質咧就叫做 CGRP。如果呢個 CGRP 嘅數目係太多嘅話咧，佢就會引致到咧係大腦嘅皮層嘅血管咧有一啲唔正常嘅擴張咧，就會引致到偏頭痛啦。咁咧呢一個就係我哋知道而家所知嘅病理啦。咁所以咧我哋喺新藥嗰方面咧，如果我哋減少到呢個 CGRP 嘅成分咧，其實咧我哋都可以咧醫到偏頭痛嘅。咁而咧亦都係有研究顯示咧，偏頭痛咧同家族史係有關係嘅。有70%嘅偏頭痛病人咧，佢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屋企裏邊都係有人係會有偏頭痛嘅。可唔可以補充下個 CGRP 咧？佢功能性本來係做咩嘅？佢本身咧其實咧都係腦神經系統嘅一部分啦。佢咧就係睇個腦嘅血管嘅收縮同埋擴張。但係如果佢太多嘅話咧，佢就會引致到咧嗰個血管咧就會擴張得太過犀利咁樣。咁如果出現偏頭痛，有冇分階段發生嘅咧？有嘅。咁咧，如果你話嗱，每一個偏頭痛病人咧，佢都一定咧會有個痛嗰個階段啦。咁而4個裏邊會有1個病人咧，就會有嗰啲前兆啦，即係例如話視力嘅問題啊咁樣。再之前咧，有一啲病人咧，佢大約會有1至2日到嘅時間咧，佢就會覺得個人好疲倦或者周身骨痛啊咁樣。亦都有一啲病人咧喺痛完之後嘅1日咧，佢都會覺得好疲倦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最多嘅話咧，有啲病人係會經歷4個階段嘅。咁偏頭痛嘅治療目標係乜嘢咧？係啦，咁咧就偏頭痛咧唔係致命嘅，咁但係咧因為佢係好影響患者嘅生活質素啦，咁同埋咧之前咧都有調查去做過咧，原來咧係有超過咧90%嘅偏頭痛患者咧係因為偏頭痛發作咧係影響到佢哋嘅工作同埋作息，有30%嘅偏頭痛患者咧仲更加因為突然間發病咧引致到佢要臨時改變佢嘅計劃嘅，咁同埋咧有偏頭痛嘅人咧患有抑鬱症嘅機會咧都會多2倍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醫偏頭痛嘅目的咧，就係希望嗰啲病人可以過一個正常嘅生活，可以提高佢生活嘅質素咁樣嘅。咁而家治療偏頭痛有啲咩藥效可以幫到？係啦，所以咧我哋通常治療偏頭痛，我哋就會分2種嘅治療。第一種就係預防性嘅治療，第2種就係急性嘅治療。咁我哋幾時先要做一啲預防嘅治療咧？就係如果嗰個病人1個月發作有4次或以上，咁我哋就要考慮一啲預防嘅藥物啦。咁急性治療嘅藥物除咗係撲熱息痛啊、
啊，或者係非類固醇性消炎止痛藥之外咧，仲有一啲咧 triptan 一啲收縮血管嘅藥物，同埋有一啲而家最新式口服嘅去降低 CGRP 嘅藥，都可以做一啲急性嘅治療啦。至於預防嘅藥物啦，以前咧其實我哋對於嗰個病理嘅機制唔係好了解咧，我哋就會用一啲咧醫血壓嘅藥物啦，或者咧係用一啲咧醫情緒啊，或者醫腦間嘅藥物咧嚟到預防偏頭痛發作。佢哋雖然咧唔係針對偏頭痛機制研發出嚟，但係佢哋都係有效咁樣咧可以預防到偏頭痛發作。到呢10幾20年間，我哋更加了解到個病理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咧針對可以減低 CGRP 嘅藥物出現啦。咁而呢啲嘅藥物咧係可以預防到偏頭痛發作嘅。而呢啲嘅藥物咧，佢就有分咧口服藥物啦、靜脈注射嘅藥物啦，同埋咧皮下注射嘅藥物嘅。斷唔斷得尾咧？斷尾咧，其實我哋就一般咧都係唔會話特別可以斷尾，但係其實我哋可以做好多嘢咧，令到佢係受到控制嘅。所以一般咧，我哋都會建議咧有偏頭痛嘅病人咧，佢都要做一個頭痛嘅日記。咁啊頭痛嘅日記就會記低有冇一啲嘅誘因可以引發到偏頭痛發作啦。例如話會唔會同係即係休息少咗啊，或者某啲嘅食物啊、味精啊、朱古力啊、芝士啊、紅酒啊等等，或者係經期啊，會唔會誘發到佢偏頭痛發作？咁如果我哋避免咗某啲嘅因素，同埋再加埋用藥嘅話咧，其實好多病人咧都可以控制到偏頭痛咯。咁就係啦。今日唔該晒呂醫生咁詳盡嘅解釋嘅。如果大家有疑問咧，記得問翻相關專業人士或者醫生啦。